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歡迎收睇科創接力賽。網絡應用越趨廣泛，亦都同我哋嘅衣食住行息息相關。咁隨之而嚟就衍生網絡安全同相關人才需求等嘅問題。咁科學館嘅信創課程就加入咗網絡安全嘅理論同實踐內容，為青少年提供咗一個由硬件到軟件接觸信息技術創新、網絡安全體系建設嘅機會，提升學生未來繼續修讀網絡相關課程嘅興趣。今集嘅科創接力賽就同大家去睇一睇。網絡由發明到依家人人都網不離身，只係用咗幾十年嘅時間。網絡由以往單純嘅數據傳輸，進化成滿足人類娛樂需求，甚至喺日常生活中都帶嚟極大嘅便利。就好似近年澳門越嚟越流行嘅電子支付、電子政務等，都需要用到網絡。而呢一啲系統如果被攻擊，輕則無法正常使用，重則有可能造成資料外泄或者金錢嘅損失。政務上對市民來說很方便的事情，但是以前這方面你來了，我就檢查一下你的 ID， 看看你是真的這個人，我就可以跟你們說了。現在在網上做，那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呢？然後網上做了之後，它的攻擊面也增加了，對不對？人家在網絡上跟我從信息線路裡面給我竊取了我的信息，我怎麼做？等等這一套東西，以前都沒有信息安全的這個隱患的，現在都變成有信息安全有隱患。就是一套一套的規則來寫的，所以其實沒有太多的技術的門檻。為咗培養更多網絡安全嘅人才，科學館為青年科技村嘅高一學生推出信息技術應用創新課程，由最基礎嘅組裝電腦、軟件開發、網絡搭建、人工智能到網絡安全嘅知識，學生都可以喺呢一度學到。咁基於翻之前嘅網絡工程嘅一啲相關技術咧，我哋就會話俾你聽，原來網絡上邊咧係有唔同嘅漏洞嘅攻擊嘅方法嘅。咁呢啲方法咧就係包括我哋成日聽到嘅，可能係 DDoS 啦，呢啲分散式嘅一啲阻斷攻擊 access deny 啊等等，又或者係一啲我哋可能零日攻擊啊 zero day 嘅零日攻擊，即係話去揾出唔同嘅系統嘅漏洞咯。啊，又或者係我哋而家好多嘅 APT 就係一個叫做持續嘅滲透式嘅攻擊等等呢啲概念。可能呢啲概念咧本身喺中學裏邊咧係好難睇到嘅，一般喺大學裏邊嘅。但係我哋都將呢個課程擺咗嚟呢一度，等佢認識同埋就係點樣去做一個攻與防嘅方法。呢一啲唔同嘅攻擊都有住唔同嘅防禦手法，但係萬變不離其中嘅就係防範、檢測同確保資料唔會被破解。那麼攻方呢就一定要解破你的系統，攻破你的系統，取到你的關鍵的信息，那麼或者是讓你這個不能正常的工作。那麼防禦方呢就要杜絕這一層的所有的這個問題。那麼從技術上來講呢，就有這麼幾個。第一個呢就有這個防火牆，這是我們很重視的，每一個單位一定有一個防火牆。還有一個叫做這個檢測，就是入侵檢測這麼一個東西。還有審計也在裏面。入侵檢測呢，就是說我這個系統正常的運行是怎麼樣的，那麼萬一這個出錯了，哪個地方來個什麼事兒，哎，我能夠馬上檢測出來異常。那麼第三種呢，就是我的加密技術了。我要好好的這個要保護我的東西，那肯定要加密。特別是像我們呢，很多時候在雲上操作，對不對？現在大家都放在雲上操作，那麼這雲是一個第三方地方，我有些時候不可信。那麼我要放，但是呢，我還必須要用它，我又不放在那個地方，那怎麼辦？信息這個加密了，加完密以後，別人拿着了也看不見我。喺掌握咗呢一啲理論同埋攻防嘅技巧之後，就需要透過不斷嘅實踐去提升技巧。科學館嘅呢一個信創課程就為學生設立咗一個實景應用場景，學生可以利用常見嘅網絡攻擊手段喺呢一個場景入邊實際咁操作，去練習真正嘅攻擊同防禦。所以網絡靶場就係我哋擺一啲我哋已知嘅漏洞啦，或者係我哋已知嘅一啲攻擊手段，俾佢喺呢度做一啲嘗試，一個閉環式嘅嘗試。
因為避免影響到成個外網，所以我哋係一個內網式嘅閉環嘗試啦。跟住先至喺可容許嘅範圍之內咧，我哋同一啲嘅科技企業合作咧，做一啲叫做喺外網嘅一啲嘅實踐啦、實習啦。而現時網絡亦都唔單止係電腦上邊可以用到，手提電話、電視，甚至係依家流行嘅智能家居，都可能成為被攻擊嘅對象。喺公眾場所啦，見到一啲嘅充電站啊、充電樁啦，咁咧通常我哋都會直接咧就手機咧就吉落去就充電嘅。咁有可能咧黑客咧就會利用呢啲充電樁咧，將一啲木馬咧植入你部手機度嘅。當你嘅手機嘅安全設置比較低嘅時候咧，呢啲木馬咧植入咗你部手機度咧，就會竊取你嘅個人資訊啦、一啲照片啦，同埋一啲嘅重要嘅資料嘅。而呢一個信創課程設立嘅應用場景，就可以俾學生喺唔同情況下抵禦呢一啲攻擊。牽涉除咗係網絡工程嘅技術啦，包括仲有密碼學啦，甚至心理學啦。因為網絡嘅使用者係人嘅行為咧，好容易就係令到個網絡產生安全嘅隱患。咁其實而家喺呢個年代，當一切皆可以編程，萬物都可以互聯嘅年代，咁所以咧佢係嗰個面係好廣。咁我哋只要製造一個應用場景俾佢哋咧，就可以實際去體驗到呢件事。因為好多其實書本講嘅係基本嘅一啲嘅工程嘅技術啊、知識啊等等，但係喺實戰起上嚟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跨學科嘅領域嘅嘢會出現。咁啊構建咗呢一個，咁最重要就係喺呢一度嘅實踐咧，我哋希望佢亦都可以出去實踐。實操要有成效，硬件配套就非常重要。科學館嘅網絡實驗室就係青少年學習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嘅重要場所。除咗提供動手組裝電腦同進行網絡佈線等嘅基礎課程之外，亦都同中國電子同華為展開合作，向學生提供信創課程、軟硬件配套設施以及係網絡安全技術教育方案。咁大家知道我哋呢一個實驗室有呢一個中國電子嘅一個全國產 ICT 鏈條嘅硬件嘅支撐啦，咁亦都有華為嘅一個硬件嘅支撐，咁亦都喺網絡安全方面有奇安信嘅一個網絡安全成個體系課程嘅一個支撐，咁所以咧都係好豐富嘅內容。咁我哋硬件設施嘅基本就係我哋嘅網絡工程嘅工具啦，就係即係亦都係專業級嘅。其實我哋嘅硬件設施，譬如話一啲嘅光纖嘅一啲連接嘅設施啦、測試嘅儀器啦、網路線嘅一啲連接與測試儀器啦、路由器或者係我哋所講嘅一啲嘅網路終端嘅一啲嘅測試儀器啦等等。除咗透過實作提升學生嘅能力同興趣，課程亦都邀請龍頭企業代表向學生教授經驗，俾學生可以更了解呢一個學科嘅出路同工作內容，助力學生喺未來更快同企業進行對接。咁用個技術方面咧，就係企業嘅好處就係咩咧？我哋係真正邀請嗰啲企業係專業嘅導師嚟到呢一度去帶呢啲學生。即是話佢哋會早啲見到喺大學或者係企業裏邊咧真正要學嘅技術，就嚟到呢度咧去實踐同埋體現出嚟。咁呢個係好少見嘅，亦都係我哋希望快啲連接到產業去做。咁另外我哋仲有華為咧，當然華為知道大家係國內嘅好大嘅 ICT 嘅龍頭產業啦。咁佢嘅硬件支撐係好豐富嘅，譬如話佢有一啲嘅仲未出市面一啲產品咧，亦都可以嚟到呢度，我哋會做性能化測試對比。咁變咗同學喺呢度見到嘅嘢咧，可能會比出邊會多好多，咁亦都係真正連接到企業所需。而喺未來，除咗青年科技村嘅學生可以學到呢一項知識，科學館亦都計劃同本澳非高等教育學校合作，開展網絡安全嘅課程，俾更多學生了解網絡安全，或者係增進對相關學科嘅興趣。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